大家好，我係廖天恩。咁今日咧就會同同學講下咧關於呢個卷二嘅 tips 啦。嗱，卷二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大家咧？最重要嘅一個技巧就係揀題。嗱，同學我相信咧你都會有試過咧喺做下卷二嘅題目嘅時候咧，發現做到一半啊，喺題 B 嘅時候先發現其實原來自己唔係好識得答啊。咁但係你都會明白到喺嗰個時候你已經冇可能再揀嗰啲新嘅題目，咁點算呢？嗱，冇辦法㗎啦，你做到一半，咁所以咧第一步就一定唔可以出錯。嗱，我哋揀題目上面嘅時候咧，有一個常犯嘅錯誤嘅，咁就係咩咧？就係睇咗個資料，覺得熟口熟面啊！哇，呢個我溫過嘅，係熱門議題嚟嘅，一窩蜂咧就衝咗落去答，根本就唔知道條題目問乜嘢。冇錯啦，個重點喺揀題目上面就係題目，究竟條 question 要求同學嘅答題內容同埋個題型係啲咩咧？記住第一樣嘢，我哋要睇題目嘅就係個題型，個題型係比較題、程度題、to what extent、comparison、comments 嘅題目。譬如啦 ，top priority 嘅，我哋話最優先嘅呢啲題目，同學你熟唔熟悉個答題嘅框架咧？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必要嘅技巧咧？譬如評論題，你唔寫駁論嘅話，有乜可能可以有較高嘅分數會得到啊？咁樣咧，你就要知道究竟自己面對嘅題型能唔能夠有效咁樣擊到佢啦。嗱，第二個重點嘅 tips 咧，我哋就要首先睇一睇以上嘅呢條題目。嗱，條題目就問啦，有邊啲因素導致香港回收率低落嘅呢個現象？咁我哋當 Paper 2裏面呢條8分嘅題目啊，嗱，俾同學5秒鐘嘅時間諗一諗，你會有一個乜嘢嘅論點，乜嘢嘅因素導致咗香港人唔回收呢？好啦，5秒過去咯，我相信咧大部分同學咧即時都會諗起到一個嘅就係香港人冇環保意識咯，冇回收意識咯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點解啊？拎住嚿垃圾隨手就掉啦，揾垃圾桶掉咗佢，係唔會留意到自己係冇一個回收嘅習慣㗎。嗱，咁呢個論點咧，有90%嘅考生咧都會識得去答。咁我哋話啦，做一條通識嘅題目，唔係要做得到啊，係要做得好好啊。咁我哋就要喺個答題嘅質量上面提升。喺揀題嘅時候，同學你要留意嘅係嗰條題目，你有冇足夠嘅概念 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就係我第二個要提同學揀題目嘅 tips， 諗下自己識唔識得有啲咩 concept 配合過你嘅論點上面咧，去到演繹嘅。譬如呢條題目上面，啱啱我哋個答案就係話環保意識低落，咁有啲乜嘢 concept 同環保意識低落係相吻合嘅咧？嗱，我哋有3秒時間俾大家諗下咯，3、2、1。冇錯啦，個答案就係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喺呢個論點上面，同學如果你想高分，除咗俾例子之外咧，你係一定要用概念化去令到你個答題質量提升。用翻可持續發展，我哋話啦，一個嘅社會嘅持續性同埋環保嘅持續性咧，要相配合之下咧，就能夠解釋得到點解香港人咧嗰個教育意識比較低，令到個回收率就會低啦。咁樣樣咧 ，marker 就會能夠理解得到你對呢條題目嘅真正嘅通識知識喺邊一度，咁樣就能夠成功咧達到 level 5+ 以上嘅水平，做到我哋話咧嗰10% top 10% 嘅同學。記住今日教你嘅2個 tips，聽日我哋最後一個駁論技巧為你拎5星星。